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昨全台湾拢有落雨，尤其是中南部是落真大。都有网友来分享讲，伊去台南的七股参加喜宴食饭岛，但是连落1点钟的大雨，落到尾啊，规场的喜宴拢泡伫个水内底，将做上届正办的流水式。另外，这个屏东垦丁的南湾，因为海上的风影真大，甲这个海波暂时封起来。但是有导游为着要互团员会当耍水，企图要冲过封锁线，搁甲巡逻人员起口角。哇，来看这个喜宴办岛，每一道拢浸伫水内，不过人客也是拢真镇静。这是一名网友伫社群网站顶面的分享，讲10月1暗。去台南七股一场喜宴，所拄到1点钟的落大雨，然后这场办岛喜宴就泡汤啊！这个网友也佮讲，当场有捡到一卡青摊，引来袂少回文，也佮有人留言讲会当顺线钓鱼加菜。受到轻度风台丹纳斯外围环流影响，全台各地拢落雨，中南部雨势佮愈大。台南若是七股，也佮有将军区，嘛是因为大雨造成淹水，有部分的道路因此为封锁线。另外嘛，因为海上风影未小，这垦丁南湾山坡也封起来，但是有导游竟然想要带团客来耍。你叫我离开，我这来海记水水啥物代？你替我担吗？南湾巡逻员为着安全无要放行，这个导游因此甲对方发生口角，查甲警察来啊才停止。消防局提醒，虽然轻度风台只是回过，但是刷来几工咧，中南部雨势要提高警戒，嘛千万唔通冒险去海边耍水。